来关心教育问题，学生即卖学习课程啦，新的资讯拢会用电脑上网络。不过依照行政院的统计，全台湾的家庭收入上介低20%的家庭呢，有超过70%的厝内无电脑，有的就算有电脑，嘛有6成5的囡仔厝内无网络通用，和这个都市甲庄脚所谓的落差呢，愈有愈大。所以讲，教育中心即卖甲台湾的电脑企业合作。咱的乡亲只要买一台特定款式的电脑，企业就会送一台全新的电脑给弱势的囡仔，希望讲会使降低所谓学习的落差。囡仔看电脑、耍电动、学听识，大家拢真专心，这拢是都市囡仔日常。不过行政院统计，台湾的家庭收入上低20%的家庭，有超过70%的囡仔厝内无电脑通用。像数位学习，现在是很基本的学习的一个工具。如果因为工具、因为环境没有办法让有更好的学习，我觉得他们是弱势，再加上弱势。家父调查弱势的囡仔，发现讲，就算厝内有电脑，嘛有65%的人无网络通用。台湾旗炮陈金虎嘛讲，细汉的时，伊的世界敢若棒球。26岁头一摆接触到电脑，即摆囡仔想要将棒球讲了搁较好，拢都要透过所有的设备来训练。能够帮助到偏乡的小朋友，也能够让他们接触到跟大城市的小朋友是一样的同等的教育、同等的接触所有的事情。教父嘛，甲台湾的企业合作，即卖只要买一台特定款式的电脑，弱势囡仔就会收到一台全新的电脑，希望讲会使降低都市甲庄脚之间所谓的落差。